會唔會有一日自己覺醒，然後反抗人類？今日用 Leonard 嚟落眼睇下。第一個問題係 AI 有冇機會意識覺醒？第一張牌係魚，即係話依家 AI 嘅本質好多嘢喺個海洋入邊咁樣流動，咁即係數據啦，又多又密集，不斷咁轉變，然之後就出現咗錨，代表 AI 嘅發展會遇到樽頸位，會穩定咁樣鎖死咗喺某一個框架入面，又或者因為安全問題而停滯。個轉折點就好得意啦，係一張心，即係話 AI 會唔會覺醒？個關鍵唔係技術有幾咁犀利，而係佢會唔會發展到有自己嘅情感，又或者有自己嘅價值觀。當 AI 唔單止識得計數，仲開始明白乜嘢係感受，咁樣先至係真正嘅覺醒。不過覺醒之後嘅狀態，我哋就抽到老鼠啦。呢張牌有啲麻煩，暗示即使佢哋成功覺醒，成個狀態都係充滿焦慮、唔穩定，甚至慢慢咁樣消耗緊自己，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完美。最後一張係鎖匙，象徵開啟，所以 AI 意識覺醒係有可能性嘅。好，跟住落嚟我哋睇下 AI 如果真係覺醒啦，會唔會反抗人類？第一張又係心，即係話當初人類創造 AI 嘅初心，其實係出於善意同埋合作，本意係好嘅。之後嘅騎手代表依家一切變化得好快，消息同科技日新月異，有啲難以捉摸，充滿變數。至於會唔會反抗人類，我哋抽到男人，代表人類理性同埋個體，即係話就算佢哋有自己嘅意識，人類咁多嘢係靠近對話同埋互動，而佢哋都唔係夾硬充滿敵意咁樣反抗嘅。你又覺得 AI 會唔會有自己嘅意識，然後反抗人類？歡迎你 like、share 同埋 comment 話我知。